喺2002年嘅6月，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嘅基地喺凌晨大約4點半左右，一個被派駐喺阿富汗嘅美軍後備嘅翼人員同另外一名嘅飛行員一齊望住個天空，突然之間咧，佢哋就發現咗有一部分嘅星星都睇唔到喎，唔係成個天空變黑咗，而係有一大片黑色嘅輪廓，正係喺星星嘅前面移動。按照呢一名飛行員後嚟向 FBI 提供嘅口供，佢見到嘅物體非常之巨大，外形就好似一個等邊三角形咁樣，佢冇燈亦都冇聲，就係咁由西向東飛向巴格拉姆上空。佢估計嗰件物體大約有500尺，即係超過150米大，速度大約係150節，接近每小時280公里。但真正令佢睇得出有一件嘢喺上面嘅呢，就係星星啦。因為當嗰件物體經過嘅時候，後面嘅星星俾佢都遮住晒。物體飛過咗之後呢，企喺旁邊嗰個機師望住佢，就問咗一句：喂，你睇唔睇到啊？之後呢，事件就冇引起一場公開嘅調查。至於喺目前公開嘅資料入面呢，我哋揾唔到當晚嘅雷達記錄啦，冇相冇片，亦都冇第二個嘅飛行員自己留低獨有嘅口供，而第一名嘅目擊者呢，亦都冇再同其他人討論呢一單嘢啦。事件就咁過咗20幾年，直到2024年嘅3月，呢一名嘅飛行員接受 FBI 訪問，先至將2002年嗰一晚見到嘅巨大三角形嘅物體正式記錄落一份 FBI 嘅 FD-302訪談嘅文件入面。再過多2年呢，即係2026年嘅8月7號，呢一份文件突然出現喺美國嘅五角大樓最新公開嘅第5批 UAP 檔案入面。而當日公開嘅一共有41份文件、圖片同埋影片。巴格拉姆上空呢一個巨大嘅黑色三角形只係其中一份資料記錄低嘅事件嚟，因為當你繼續睇落去呢，仲有見到美軍 AC-130J 感測器記錄低嘅神秘球體。有人報告啊，一件近乎透明嘅三角形物體，亦都有一份幾十年前嘅情報記錄，講到一個金屬球體由天空墜落，有啲係有影像嘅，有啲係有口供嘅，有啲可能有普通嘅解釋，但係呢，亦都有一部分直到今一次公開仍然都冇一個確定嘅答案。大家好，我係 Chris， 歡迎翻嚟 Chris File。今集我哋就打開呢一份五角大樓最新公開嘅第5批 UFO UAP 檔案，睇下呢41份嘅資料入面究竟記錄咗啲乜嘢。時間就去到2021年嘅9月，地點係阿曼灣，一架美軍特種作戰部隊嘅 AC-130J 武裝嘅飛機，當其時正在進行實彈嘅訓練。同我哋啱啱頭先所講嘅巴格拉姆嗰單就有啲唔同啦。今一次唔單止係有人見得到機上面嘅感測系統，仲有記錄低嘅部分影像。根據今一次公開嘅情報資料啊，機組人員喺任務嘅期間，大約觀察到25次不明嘅空中現象。當中一啲嘅物體喺紅外線嘅畫面入面呢，就呈現球狀。報告將佢哋形容為 cool ops， 即係一啲喺紅外線影像入面相對於較冷嘅球體。部分嘅物體估計只有大約4尺，即係1.2米左右。但奇怪嘅係，報告記錄到佢哋嘅速度範圍由大約每小時250英里一直到1300英里，即係大約每小時400至到2100公里。而且佢哋唔係全部都係單獨移動嘅。報告入面提到有物體會以唔同嘅隊形出現，亦曾經作出相當激烈嘅移動。但成件事最值得留意嘅一幕發生喺 AC-130J 準備使用105毫米炮進行實彈射擊嗰陣時候呢，當其時嘅感測器發現2個球狀嘅物體出現喺海面嘅附近，大約15秒之後，機上嘅操作人員扣下105毫米炮嘅扳機，
而就係喺扣下扳機到大炮產生後座力之前呢，兩個球體突然之間高速咁樣飛嚟照明彈，直接離開感測器嘅畫面，而且全程都冇改變過高度。我哋呢一度咧一定要分得清楚，份報告記錄到嘅係物體離開嘅時間同 AC-130J 準備使用武器嘅時間都非常之接近，但冇口供係可以證明嗰兩個球體知道架飛機準備開火，更加唔可以直接話佢哋係刻意避開個炮火嘅。不過事件去到呢一度都仲未完，之後機組人員繼續觀察到其他嘅球狀物體，有啲係高速移動嘅，有啲係改變方向嘅，而成個任務期間記錄到嘅異常觀察咧，加埋大約有25次。今次公開嘅資料入面仲包括相關嘅影像，不過我哋而家睇到部分嘅影片咧，並唔係直接由 AC-130J 感測系統所攞出嚟嘅原始數碼檔案嚟嘅，而係有人用手機對住機上紅外線感測器嘅熒幕再拍低嘅，所以畫質本身都已經經過多一層。單靠呢一段嘅影片咧，其實好難判斷畫面入面嗰啲細小嘅球體究竟係咩物體嚟。問題就係嗰個速度嘅估算究竟有幾準呢？物體嘅距離又有幾遠呢？實際嘅尺寸係幾大呢？感測器本身都冇可能造成判讀錯誤。公開出嚟嘅資料仍然都唔足以回答晒呢啲咁嘅問題，所以去到最後，調查人員冇辦法單靠現有嘅資料確認嗰批球體究竟係乜嘢嚟。呢一宗嘅事件亦都因此繼續被列為未解決嘅。但如果話我哋啱啱所講嘅嗰個巨大三角形，最大問題係佢冇影像啊嘛。咁阿曼灣呢一單就啱啱相反啦，佢係有錄低嘅，有軍方感測器嘅，亦都有任務期間留低嘅記錄。但就算係咁樣啊，我哋都仍然欠缺咗最關鍵嗰部分嘅資料，去到確定畫面入面嗰啲嘅球體到底係普通嘅物件感測器造成嘅錯覺啊，定係一啲到而家都仍然未能夠確認嘅飛行物嚟呢？好啦，下一份值得我哋留意嘅記錄咧，就係時間去到2023年嘅，地點喺美國嘅科羅拉多州。今次嘅目擊者對美軍飛機相當之熟悉，包括最新嘅無人機，而當晚見到嗰件物體嘅仲有佢太太。根據公開嘅文件記錄啊，兩個人當其時喺住所嘅附近，突然間留意到天空有一件三角形嘅物體，但同我哋啱啱嘅巴格拉姆嗰件黑色三角形完全唔同喎。今次呢一單嘢咧，唔係靠遮住星光先至睇得到嘅。佢哋形容啊，嗰件物體本身幾乎咧係近乎透明嘅，望上去好似可以透過佢係見到後面嘅天空。但嗰件物體經過嘅位置，睇到背景嘅影像又出現另外一種嘅扭曲，有少少似隔住一層透明嘅物料咁樣去望出去。你知道前面係有嘢嘅，但又睇唔到一個實實在在嘅表面。按照佢哋嘅描述啊，嗰件物體係呈三角形嘅，飛行嘅高度可能係低至大約300尺，即係大約90米度咧。佢估計嗰件物體大約有一架大型嘅 SUV 咁大，而且成個過程完全都係冇聲嘅，亦感覺唔到有任何嘅震動。兩個人就咁樣望住嗰件物體移動啦，直至到最後離開咗佢哋嘅視線範圍。但呢一種嘅事件同巴格拉姆一樣，都有一個好明顯嘅限制，就係冇公開嘅雷達記錄啊，亦都冇清晰嘅相片，亦都冇一段可以俾外界獨立分析嘅完整影片。我哋依家知道嘅主要內容係嚟自目擊者所提供嘅描述，所以半透明呢一個講法唔代表調查人員證實咗有一架可以隱形嘅飛行器，更加唔代表美軍確認咗某一種嘅隱形科技存在。
只係證人用呢一個方式去形容自己當其時所見到嘅畫面，而呢一個嘅分別都好重要，因為如果一開始就將佢叫做隱形 UFO 咧，事件聽落咧就會勁好多。但原始嘅資料真正可以支持嘅，只係有人見到一個三角形嘅物體，外觀上面咧近乎係透明嘅，而且背景望落去咧係有啲扭曲。至於點解會出現呢一種效果咧，喺公開嘅資料入邊咧都冇答案啊。可能係光線，可能係觀察角度嚟，可能係一件普通嘅物體造成嘅視覺效果，亦可能真係有一件當其時冇辦法去解釋嘅物體經過，單靠而家嘅口供分唔到。不過睇到呢一度有一樣嘢開始都幾有意思嘅，我哋啱啱所講嘅巴格拉姆係一件巨大黑色冇燈嘅三角形，去到科羅拉多咧又出現另外一件三角形嘅物體，但今一次咧係近乎透明嘅。兩宗案件相隔超過20年，地點亦完全唔相同㗎，所以我唔會話兩件事一定係有關。現有嘅資料亦都冇證據可以將佢哋連埋一齊喎。但係同一批嘅公開檔案入面，兩種完全唔同嘅描述三角形嘅物體，最後都留低咗同一個問題：目擊者當其時見到嘅究竟係咩呢？喺前面嗰3宗嘅資料咧，都係飛行中嘅不明物體啦。但去到以下落嚟嘅一份文件，內容突然之間就完全唔同啦。時間要一下子就拉翻去1963年，地點係巴西東北部巴伊亞州一個地方嚟嘅。喺1963年嘅11月8號啊，巴西里約熱內盧播出一則非常之離奇嘅消息，報道話咧，一個巨大金屬球體由天空墜落，跌落咗市中心，撞擊之後咧，地面留低咗一個大約4米嘅深坑。但係更加誇張嘅仲係喺後面。廣播形容啊，呢個神秘嘅金屬球體表面有一啲好似窗口嘅嘢，上面仲有好厚嘅玻璃，而球體入面據報更加發現咗一具人體，身上着住好厚重嘅衣物，衣服上面仲有一啲冇辦法辨識嘅文字，聽落就真係好似一宗1963年嘅 UFO 墜毀事件。但係今次五角大樓公開嘅檔案呢，最有價值嘅地方，偏偏就係故事冇喺呢一度停，因為呢一段廣播當年俾美國嘅 FBIS 翻譯咗同埋保存咗落嚟。文件上面仲有人寫低話呢一份報告都幾奇怪，再查清楚先。另外亦有人寫低已經要求美國國務院留意，如果美國駐巴西大使館有進一步嘅消息就通知佢哋，即係話美國方面當其時並唔係收到呢一則廣播之後就當佢係真嘅，佢哋係想知道究竟發生過啲乜嘢，而之後真係有後續喎。美國駐領事館作出查證啊，到11月14號，佢將嗰個結果透過電報回覆啦。而呢一份嘅回覆同最初嗰個嘅金屬球墜毀事故咧，係完全係兩回事喎。根據領事得到嘅資料，當地報社嘅記者同其他人知道消息之後咧，曾經係趕去過當地嘅，但佢哋去到之後咧，冇人見過廣播所講嘅神秘物體喎，更加冇揾到嗰個所謂嘅金屬球。領事最後認為啊，成個故事似乎係喺里約熱內盧捏造出嚟嘅。當地公共安全部門一度喺度猜測，如果真係有物體出現啊，可能只係一個氣象嘅氣球嚟。但連呢一個講法到最後亦都冇得到實際目擊嘅證實。當地報章後嚟甚至用咗一個幾直接嘅標題，就係話大概意思就係話根本冇出現過嘅飛行器。到1963年嘅11月20號，美國駐里約熱內盧大使館再將呢一個調查結果正式送翻俾美國國務院。所以呢一次呢一份檔案呢，如果淨係截至前半部分出嚟呢，你會得到一
個非常之震撼嘅故事。1963年嘅巴西，巨大嘅金屬球由天空墜落，地面撞出4米嘅深坑，球體有槍嘅，入面仲有一具穿住神秘衣服嘅人體。但當你將同一宗事件後面嘅文件一齊睇嘅呢，嗰個答案就完全唔同啦。美國方面當年真係有要求查證嘅，亦真係有人去追查嘅，但後續得到嘅結果係當地冇人揾到所謂嘅金屬球，亦都冇證據證明廣播入面嗰具人體曾經存在。所以話呢一單最值得講嘅，反而唔係5個大樓證實1963年巴西有 UFO 墜毀，而係一個60幾年前已經發生過嘅資訊傳播故事。一則極度誇張嘅廣播進入咗美國情報系統，引起注意，要求查證，最後得到一個完全相反嘅結果。而家呢60幾年之後呢，我哋先至可以將前後幾份嘅文件重新拼埋一齊。有時一份解密文件最重要嘅唔係入面寫咗幾震撼嘅內容，而係你有冇繼續去睇埋下一份文件寫咗啲乜嘢。嚟到最後呢，我都想再抽出3份嘅資料出嚟講，因為除咗前面嗰幾宗之外呢，今一次公開嘅檔案入面，仲有一啲目擊嘅記錄都幾值得留意嘅。其中有2宗呢，又係再出現咗三角形嘅物體。第一宗發生喺2011年嘅，證人佢哋所描述呢，當其時佢見到一件大型深色嘅三角形物體，最搶眼嘅呢，喺三角形嘅3個角各自都有一盞非常之巨大嘅白光燈。按照證人估計啊，每一盞燈嘅大細咧，甚至係接近一架汽車。即係佢望上天嗰陣時候咧，見到嘅唔係3粒散開嘅光點，而係一件有三角形輪廓嘅大型物體嚟。3盞好大嘅燈分別固定喺3個角，而當嗰件物體移動嗰陣時候咧，後面亦都冇留低一啲明顯嘅美跡啊。單係呢一份嘅口供啊，其實都已經幾特別㗎啦。但再過多12年之後咧，另外一份嘅 FBI 訪談嘅記錄入面，三角形又再次出現，時間係2023年。證人見到嘅同樣係一件大型三角形嘅物體，而今一次最奇怪嘅咧係嗰件物體離開嗰陣時候嘅情況啦。按照證人所描述啊，物體突然之間加速，佢估計嗰一下速度大約去到2倍嘅音速，但真正令佢留意嘅唔單止係嗰件物體突然間加速啊，而係加速嗰一刻嗰個物體嘅周圍都出現咗一種好奇怪嘅現象啊。目擊者形容啊，睇落好似一層一層嘅波浪，唔係噴出嚟嘅火焰，亦都唔係後面拖住一條煙啊，而係嗰件物體周圍嘅空間出現一種波浪形狀嘅效果。之後嗰件物體就好快咁樣離開咗佢嘅視線。2份文件相隔都係12年，時間再拉翻去2019年啊，地點喺太平洋嘅。今一次一齊公開嘅係一組由美軍人員用手持設備拍低嘅影像，當中2段都比較長嘅影片，一段大約2分半鐘，另外一段呢亦都接近2分半鐘嘅，2段加埋超過5分鐘啦。而呢一次唔係一份隔咗好多年之後先寫低嘅資料嚟，當時拍攝嘅環境都非常黑嘅，天空同埋好遠處嘅海面咧幾乎融為咗一體。但畫面入面可以見到一個好奇怪嘅目標，拍攝嗰個人咧一直都將個鏡頭對住佢嘅，有陣時候嗰個目標都好明顯睇得到嘅，有時候又變得非常之模糊喎，幾乎都融入咗嗰個背景入面。而呢2條片咧其實唔係當其時唯一拍低嘅影片嚟嘅。今次公開嘅資料顯示咧，係同一時期拍攝落嚟嘅一組影片，即係話當其時係有人唔係影咗幾秒就算，而係接連將眼前見到嘅情況記錄咗落嚟。到2022年啊，呢一批影片被交到美國政府專門處理 UAP 資料嘅部門。再過幾年，去到今次第5批檔案公開，我哋先至第一次可以直接睇
睇翻呢一組嘅影像。不過官方嘅資料入面呢，亦都特別註明咗一件事喎，呢一批嘅影片喺交到調查部門之前啊，曾經過數碼處理過嘅。至於處理過啲乜嘢呢？官方都冇進一步嘅交代。剪輯過啲乜嘢，調整過啲咩畫面呢？定係因為軍方保密需要而處理過某一啲嘅資料？但無論係點都好咧，2019年嗰一次嘅目擊，的確係留低咗一組持續拍攝嘅影像。其實咁一次41份資料睇落去，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唔係全部同一樣嘢。有證人親眼見到嘅，有 FBI 留低嘅訪談記錄，亦都有真真正正拍低落嚟嘅影片。至於入面邊一宗係最可信嘅呢？邊一段片係最奇怪嘅呢？我覺得大家睇完自己都會有自己嘅答案。而我更加想知道嘅係今一次去到第5批啦，下一批又會公佈啲咩啦嚇？如果之後再有新一批嘅 UAP 檔案出現呢，入面又有值得追落去嘅事件呢，我哋再繼續睇啊！今集就講到呢一度，我係 Chris。